网络梗怎么形成？拆解2024年最火的网络潮流。网络世界中，每年都会涌现出大量的新梗，这些梗作为网络文化的一部分，不仅成为了人们沟通的工具，也展现了时代的特色与社会的共鸣。2024年，互联网上涌现出许多引人注目的梗，这些梗背后的形成过程、传播机制和文化意义，值得我们深入探讨。本文将以第三者的视角，详细剖析网络梗的形成逻辑，并聚焦于2024年最火的网络潮流，解读它们的背后故事和文化影响。一、网络梗的形成机制：文化与科技的交织。一、情境化与具象化。网络梗的诞生通常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情境，某个突发事件、一段滑稽的语录，甚至是简单的表情动作，都可能因为情境的烘托而引发共鸣。例如，2024年某位明星在采访中的一句不经意的回答，因为语气幽默、内容出乎意料，迅速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点。情境化的形成让梗更加接地气，而具象化则通过视觉、语言或音效的方式，将其变得易于理解和模仿。例如，一段有趣的短视频或一张简单但生动的表情包，能迅速备受众捕捉并加以传播。二、媒体平台的加速作用。社交媒体是网络梗传播的核心推手。2024年，短视频平台如抖音、Instagram Reels 和直播平台如 Twitch、B 站成为梗诞生的温床。在这些平台上，算法能迅速推动优质、有趣的内容进入用户视野，从而实现病毒式扩散。此外，媒体平台的互动性也促进了梗的二次创作。网民往往会在原始内容的基础上加入个人理解或创意，产生不同版本的梗。这种不断衍生的过程让梗的生命力得以延续，并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。三、文化心理的催化。一个梗能否成功爆红，往往与人们的情感需求和文化心理密不可分。搞笑梗满足了人们追求娱乐和解压的需求，讽刺梗反映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调侃与不满，共鸣梗则利用了群体记忆或情感，引发更深层次的共感。2024年的许多梗就深深扎根于当下的文化心理，例如对科技迅速发展的惊讶与吐槽，对生活压力的自我调侃，以及对时代符号的模仿与再创造。二、2024年最火的网络梗拆解。一、生成 AI 也莫想到。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炸性发展， AI 工具在2024年得到了大规模应用。然而 AI 生成的内容中偶尔出现的离谱错误，让网友乐此不疲地进行二次创作。这句生成 AI 也莫想到源于网民对于 AI 出错的幽默解读，并逐渐演变为形容一切出乎意料的情况。例如，一场比赛的结果过于戏剧化，一位明星的造型过于独特，网友就会调侃这剧本是 AI 生成的吧。二、别捅我，我会漏油。这是一个来自短视频的梗，起源于一段搞笑的游戏实况。一名玩家控制的角色因为装备奇特，看起来像是一个汽车引擎，被对手攻击时喊出别捅我，我会漏油。幽默的台词和生动的场景引发了大量模仿，并迅速成为年轻人表达脆弱心情的方式。这个梗在社交平台上被广泛应用于生活片段，从别催我交报告到别问恋爱进度。三、社恐人的高光时刻。在2024年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社恐自嘲自己的社交焦虑。一段街头采访的短片中，一位受访者误打误撞地回答了一个搞笑又机智的答案，被网友赞为社恐人的高光时刻。这个梗后来被延伸，用于描述那些平时不善交际的人，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意想不到的闪光点，常见于办公室故事、学校活动或日常生活中。四、数字游牧。这是一个与时代潮流紧密相关的梗，源自于远程工作和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普及。有人在网上分享自己的游牧经历，如在不同城市或国家一边旅行一边工作的趣事，并加入大量搞笑元素，如误把工作笔电当作行李托运，在沙滩上连 WiFi 等。这些故事经常配以搞笑图片或短视频，引发网友对数字生活的深思与调侃。三、网络梗的文化意义与影响。一、作为时代的镜像。网络梗往往是时代的缩影，反映了当下的社会现象、集体情绪和文化价值。2024年的梗中，
无论是对 AI 技术的吐槽，还是对数字化生活的幽默解读，都映射出人们对新科技时代的期待与矛盾情感。二、推动语言的进化。梗的普及让网络语言变得更加丰富有趣，也改变了人们沟通的方式。像别捅我，我会漏油这类梗，将具象化的画面融入语言表达，使人们的日常交流更加生动形象。三、促进文化的跨界融合。网络梗不仅局限于年轻人的圈子，还逐渐渗透进主流文化领域。2024年，一些梗被品牌广告、影视作品甚至学术讨论引用，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。例如，某些热门梗被写进商业文案，成功吸引了年轻消费群体的注意。结语：网络梗的形成过程是科技进步与文化变迁交织的结果。它们既是人们追求幽默和共鸣的载体，也反映了社会心理和时代特征。2024年的网络梗，无论是生成 AI 研磨想到，还是数字游牧，都深刻体现了当下的社会氛围与价值观念。随着网络文化的不断发展，未来的梗还将以更加多元的形式呈现，继续塑造我们的语言、思维与生活方式。